近期一系列引人注目嘅航空事故，引發咗公眾對飛行安全嘅廣泛關注。根據 Storyful 嘅分析，今年喺國內關於航空事故嘅討論喺 X 上面增加243%，而關於飛行焦慮嘅討論喺 X 上增加咗72%。儘管公眾感覺航空交通變得冇咁安全，但係歷史數據同研究結果卻表明事實與此相反。據麻省理工學院喺2024年嘅研究發現，與1960年代相比，而家嘅飛行安全性提高咗約40倍。根據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NTSB 同旅行統計局嘅數據，去年僅有0.02%嘅國內航班發生事故。呢一個數據唔單止包括墜機事故，仲包括需要向 NTSB 報告嘅其他航空事故，如因設備問題導致嘅迫降等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